新疆乌鲁木齐市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之后，新疆各族群众严厉谴责不法分子的暴力行径。大家表示要自觉维护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外的国内的有些分裂有些破坏有些人破坏我们团结的破坏我们祖国的统一的分裂主义的吧。这是不会影响他们各民族都是团结非常好的，是吧？打砸抢烧的话，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生活，确实使人非常气愤。我们新疆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而且在团结和睦中生活。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太残忍了，伤害了太多的无辜的百姓。对于这种行为，应该予以坚决的谴责。作为新疆的每一名各族群众，应该严厉谴责这种行为。Yaşı niyet kadar fakat bunda işte kılmaydı. Bazı ispat meselesiga vaqtda bu milli ittifaqlik bir qancha yil mobaynida ta'kidlanib hali yaxshi vaziyat shakllanayotgan mushu vaziyat mezgilda mushunday qilish to'g'ri emas, xato. 我们国安境还有呢，社会的安静，人民的安静，社会不安静，人民心也不安静。